上60世紀以來，唔了唔得到主案，等到係第2人生嘅開始。白勇同學會都係同泰國太子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，實現投過嘅夢想，潛進深度嘅熱情同期待。準備了，佢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拍的追夢旅程。退休之後嘅我，開始畫規劃嘅工筆。其實朋友圈，每種倆工筆畫，一筆一畫交往，將會有結果。到了做阿公嘅年紀，除了陪孫以外，還做得繼續種到歡喜嘅花花草草。老豆同學打嘴鼓，係我最好嘅時間呢。佢10年嘅公家機關上班，退休後爬山，全身行透透，有神夢2位大哥帶領我發通，讓生活更加有趣味。上班人攝嘅相片哈，看一下，參考一下。哦，專家做嘅呢，丟上你。哎呀，我咩至少減20-2歲啦，開玩笑，你睇50歲呢啲呢，錯唔錯啊？錯，冇簡單專家呢。最起碼嗬，丟上架20-30歲咗。一隻嘅係桃園楊梅，特別聽到楊梅一隻天名呢，我就會印吞好難水哦。楊梅一隻蔬菜，大家就啲係一隻客家莊，一隻嘅韓國啲配道有4隻火車站，楊梅埔新富港到新富。啊，一拜訪嘅上面睇過呢，聽講哦，伊能多才多藝，感情還像親兄弟安好哦，叫下嚟拜訪伊呢。係啊，就你啊，有間嘅稻田啊，是看嘅稻田啲。我能講，你會嗰個係茶葉改良廠廠裝嘅熟沙，日本式嘅熟沙呢，留落嚟啊冇簡單哦。埔新故事館上面睇過同藝玉睇呀，呢只嘅要上山人啲大嘴鼓拍起見嘅咯，你看下先。哎，睇過。Hello。哎，我哋確定一下，是睇過，一睇過，正睇過。上山人就係楊梅菜天然下。我係土生土長對楊梅，埔新這些。我係4歲來埔新多利下。哦，4歲哦。4歲來埔新多利下。都有下加一度人。70歲。哦，其他個頭擺係做乜嘅頭路啊？主要做成衣外銷。哦。我做中方嘅成衣外銷。哦。我頭擺就國民學校出業之後就去初中讀書，唔讀書嘅度。哦。啊，我就走去家時到公路局學時係做修理車喺度嘅。哦。啊，就是到87年尾我將退休嘅。哦。咁其他個咯，入睇過係用嚟做時間咯。哦，我呢度係國民學校嚇。讀書嗰時，從下喺度。國小同學。係國小。對面嘅水庫。對面水庫國教啊。我說唔用啥說是70人。70人嘅。哎呦，很久哦。係啊。係。國小同學家，淨係講咯，唔係係苗栗人。哦，係苗栗人。當時民國60年嘅時候，我爸對苗栗郵局做郵差長啦，我又冇靠我爸爸關係啦。哦，不想當靠霸主。所以呢，到台北來流浪以後，民國70年我將搬來埔新一地位大哈。老爺一睇過，我喜歡唱2條歌誒。
古创办人認識啦，嗰位老爺嘅慈泰哥，係我100公尺以內嘅連沙，他咪講佢喺上頭嘅就。躺喺度，一躺喺度，哦，家下按樣睇下嘅就係嗰個藝係愛天來啦，唔過藝也下對啊普心嗬，明嘅70年，也下今年113年，44年也係貼喺咧體育故鄉，貼喺度，嘅鹽分同貼喺，用晒係古創辦，古創辦，啊，用晒係連沙，係啊，我看到其實我一下就看得到水浦國民小學，對面就係用晒個小學，現都幾限菜，咁唔能畢業過後還有多做義務，要佢嗰個同學會，同學會啲，係佢我怕當叫冇個英語好教嘅，先叫冇落呢啲，咁你等下去樓啊，好，等下你去，嚟。慈泰哥同葉泰哥帶我多轉去韓式圖書嘅學校，一三位泰哥陸上嘅70歲，其中2個人係認識超過1甲子，有按姊妹緣分，當真看到人過新鮮啊！咁係要呢頭擺就有誒，原來就啲嘢書位啦，哦，啲嘢都書位要嘛，都書位，攞書位到啲呢，啊，寫完嘅時間要嘛，要開書位啦，啊，先生喺度呢，可能講按跌到，咩不打人哦，先生不打人到呢度啲所以，其實藝當上開嚟開唔起嘅，哦，超過100年，一開一用書無學，係冇啲人開牛年書，傲牛年，想當年哈。像小姐一樣可以環保，現在抱不住。像書嘅係落嘅，即係書嘅就落嘅天啲，全係冇講到天啲。都好有按貼配的秋千呢，貼配的公公，係啊，都好4人座呢。一小西沙都對，他坐人就個。所以啊。千叫唔少人教你講經嘅咯，你講隔嘅20年哦，都進來慈泰國樓葉泰國嘅母校，啱呢韓式有乜嘅同貼配嘅嗰種印象啊？當年嘅道天嗬，學校嘅設備係簡單啦。你家下有係做嘅冇？家下道天咯，有係有，但是輕小嘅多。哦，太做木屐嘅。哦，做客嘅，一員作客嘅都。韓國做嘅神父呢，冇錢同埋夫去做，呢本都係拿來做大夫嘅。呢本都係條件要用藝術握手嘅中美合作，係會做淨重50公斤。結果依家做條件做俾做2米夫人。中美合作嘅，淨重50公斤。哦，你之前3年就有做過按樣嘅。有。而家睇過你頭擺，就連嗌就冇按樣按 fancy 嘅遊樂設施。冇。咁其實唔係有很多公共嘅嘛，行嘅嘛嘅呢，也唔點樣嚟教啊。左右。係邊講左右嘅多。左右。係冇左右嘛？邊按講？係按講。咩按錯？先當佢按錯。先當佢按錯。按你錯喺度，你要做兩個手板凳，按你講喺度。按你講喺度就是。要正確方法。正確，這是正，你要正確嘅方法係按做的。你也做一下。很像划龍船。對，按你要用技術板凳啊，按你講喺度嚇，按你講機，嘿嗱，按講機。真嘅呢？哦，哎呦，錯，費用同學費呀，40人10以來，禮拜有40按泰嘅哦，因為慈泰國同葉泰國77、78歲，碩士70人年，真嘅有學到哦。阿姨呢也感覺過有學問。係，咁所以2個人啊，對嗰道歷史啊，嗰姊妹知識也能夠了解。咁所以2個人也過奇妙嗬，有時候會強化。啊，整體講呢，都感覺講個文靜一些。不過呢，義工花嘅時間又過搞笑，因為
应接规接提供哦，不过伊提供的时间就会感觉够辛苦。故所以呢，上面人的组合，我觉得很奇妙。要不然就是问上面泰国来参加发扬同学会。今日嘅节目呢，就是上面老朋友哈，向下做一件忙着做过嘅事情，感觉讲迄种係一種挑戰哦。你啊真流行嗰種嘅，攞綠獎有冇？佢咩就佢上講啦，冇啦，按到寫的吼，冇講嘅到天天的。有告訴你。唔會啊，馬強水你嘛，講水哦，唔會做嗌水。咗唔講水，唔講水都係講水啊！咱嘛個清好水你嘛，洗下機帶等去洗溫產。那個算挑戰嗎？可以挑戰好不好？跟人講，唔好跟人開玩笑做嘛啦。挑戰咯，跟佢挑戰咯，挑戰的到天天，感覺比較刺激一點。今日個電視廣告就個所以很多溯溪。哦，有溯溪。係啊，你說的藝術係做得咯。啊，真的溯溪你做的？係做得咯。還有溯溪裝備可以動多啦，又可以做防滑鞋，啊，又可以做個救生衣。吃到鼻係咪？像我身材暗好，我做起就看唔得。主要降水啦，先拖到設備啊。門講啊，我有個建議啦，因為我有兩個孫呢，兩個孫親等一下，來買一個花式溜溜球哈，按用親哈，讓佢講對吧？後來怪異的，怪異的。還有個啊，兩位有那個意見？可以做得咯，嗬。做得啦。人家體力也唔好講成好心態。要不心態加好啦。做得跟我們很難，你們也太快倒戈了吧？你們的相公爺個強鬆係咪？咩嗌？你講叫強水啦，佢做得人啊，做個兩沙做唔得啊。兩沙就是老水有關，三沙馬上被打槍。三沙攏做得啦，佢叫講溯溪，嗌唔講叫做得叫都唔得啦。所以其他做溜溜球嘅，我做嚟講，兩個做得做。唔過嘅技巧，人家都有看過嘛？當然你懂難哦。要有訣竅。你看跟花式哦。記得來轉了，旋轉了，有數起來得出去。啲手指會動靈活呢。我更愛嘛。你哋會手。佢唔好冇人講牙手個人講，係畫圖嘅人。哦，畫圖。冇我當然係你講係做手工嘅，當然說是冇問題啦。哦，係啊，好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哦，大孫呢係咪？大孫呢？好，今天呢，今日，好，今日嚟來。咁就麻煩你到呢度再等我潛先生啊，好，先冇。溜溜球喺大家嘅印象中，不過係小朋友教嘅東西。不過其實也按多年來，經過幾道貴校有貴校教嘅人，細盲引起研究，民間變出新嘅教法，已經天天嚟發展咗全世界都流行嘅數項功夫法統。愛同數項嘅溜溜球又順又夾嘅變出各種動作，體現愛數年協調，還愛有空間邏輯感，無助愛堅愛專心。一旦重要嘅係愛有耐心、團結心，引起練習。能做得團溜溜球，拿鐵數項又踩唔變，變出看到人獨福，為做個藝術等整嘅樸素。老師。Hello， 老師你好，你好。跟大哥們介紹一下元慶老師。元慶，他們叫老師有點奇妙，叫元慶弟弟好了。兩項金是世界紀錄保持人。哦，那真的還在世界溜溜球大賽，因為分很多項目，對，其中一個項目是冠軍。哦啊，所以我們真的找到世界冠軍來教是那個項目的第一名啊，就已經很厲害了，謙虛了。那你跟元慶介紹，葉大哥、徐大哥、曾大哥。曾大哥，以前有接觸過溜溜球嗎？沒有，從來沒有接過。沒有。
小时候还没有，挑战他们小时候玩的是更阳春的。我们小时候是最多是打陀陀螺。螺，好，元气感觉今天是个挑战。你有教过70岁的学生吗？没有？哦，所以对你可能也是挑战。连我爸都不会。可能有点担心吗？对我来说，溜球是这样玩啊，我爸一直都这样玩的。其实连我印象，我小时候都只有这样子上下而已。先来吓一吓大家，好不好？长得很像扯铃啊，哎，有点像小型的扯铃，长得像扯铃啊。对，它可以先从那种很基本的，比如蚂蚁上树，然后直接进阶喽。好，进阶了它可以这样甩绳。哇，然后还可以做弹射。哇，然后这个是最近刚练的，顶指，然后接下来会变成 DNA，哦，谢谢。哦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以前我看过的话是溜溜球哈，它的那个什么，你的斜面比较大，我们现在在外面买的斜面是很窄。我们分为就是对，蛋形跟蝴蝶形状，哦，对，两个性能不一样。为了先知道大家的程度在哪里，对，这边有一颗这种蛋形状的溜溜球。我们最有印象的，对，第一次玩，看看，觉得应该要怎么玩？哎呦，这样就不会上去。哦，你本来要他上去，徐大哥试看看，应该可以的。这个东西，等于说花式没有那么多了，哦，至少可以上得来，是不是？有点像样啊，拉起来就像样。哦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换敲讲腰位都是。我是左撇子的，可以。左撇子的有没有玩法不一样？应该还好，就是把中间当镜子啊。哎呦，新加坡，那是不是我们就挑战这种？我是真的准备比较专业一点的溜溜球，比较专业的。但对初学者，你觉得这种反而比较好上手？我觉得既然要学，那我们就一次学难一点点的。哦，那种都比较难一点是吧？对，会比较难一点点。对，花式比较多。老师，那这招数有分级，对不对？有分不同的玩法，我们就分国际比赛有1A、2A、3A、4A、5A， 它是分类。1A 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单手线上花式，一颗球，一条线做线上技巧，从1变成2就变2颗球，然后去做回旋快打，就是2A。哇双手回旋快打，这看起来也是很炫哎。哇，2A 双手回旋快打。就是你双手的技巧可以做到。对。3A 是2只手的1A， 双手线上花式。好复杂哦。回来，感觉那个逻辑很清楚。那4A 的溜球比较特别，比较大颗，有点像扯铃。对，他是一个日本人去中国旅游，发现空竹就是扯铃，然后觉得溜球很像扯铃啊，为什么不能像扯铃这样子玩？我就像打陀螺一样，这样固定住。这样套球，离线花式。然后5A 是刚刚是离线，它5A 是离手，不绑手，它绑在一个骰子上面，变成一个重物，所以它在耍的时候有点像双节棍，它有2个点，然后可以同时去移动，这样子。蝴蝶。哇，那老师要大哥们学什么？对，这次要挑战就是最多人玩的项目1A 单手线上花式。还好没有叫我弄到5A。哇，大哥们生平第一个溜溜球哎！第一个哈，直接就是，这个看起来好有奥运的感觉哦，好像好专业哦。对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学溜球的第一个动作——地球自转，也是溜球最基本的动作。那就是像握鸡蛋一样，把溜球握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握到耳朵旁边，对，耳朵旁边，然后手背朝前，然后待会数1、2、3的时候，我们出步，把溜球先丢出去，先出去再说。1、2、3，步。还可以哦。好，从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，我们就挑战成功了。你们有没有办法试看看拉起来？拉不起来，拉不起来哦。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样子？对，因为这是专业的溜溜球，其实说实话，它直接拉是拉不起来的。真的哎。
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学怎么我已经停收了回来，再丢一次，我们就是哦，哎，其实都很好啊。哎，很厉害哦。利用手腕的力量去丢，手肘的地方只是帮忙处理而已，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哦，比我还会当老师，很棒很棒。哎，大家都转的其实还不错哎。好，接下来要教怎么收回来了。好，我们没有拿溜球那只手，比一个1，好，放到绳子前面。对，接下来上面这只手往下对折，然后绕过溜溜球，你可以稍微让溜球停下来，然后绕过溜溜球，然后再一个小小的对折。哎，这高度要到哪一个程度？就是对折。变这样子绕到刚好一半，差不多一半。绕过去之后呢，接下来关键是在上面这只手，你要捏住线，下面这只手慢慢往上拉。你会看到溜溜球的绳子卷起来了。当今天溜溜球还在旋转的时候，溜溜球就会沿着绳子爬上来。好，我做一次完整动作，丢球，接下来左手食指，上面这只手往下让绳子对折，绕过溜溜球。上面这只手捏住线，右手往上拉，溜球就会起来了。哎，有了，有点样子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确定一点就上来。它不转，它也可以上来吗？不转不行。对，绕过溜溜球，对折。哎，这边可能反应要再快一点。再快一点。对，就是上面这只手你虽然捏住了嘛，但是放的时候放手要赶快放掉。你看到溜球要起来的时候就要放掉。溜溜球其实是一个要在这个轨道上面完成动作的一个物件。比如说我今天这样绕过去，我这样子歪了，溜球就会歪掉。在同一个轴线上面。对。哎，这很物理耶哈。对，上面这只手要捏住，对。真的玩这种技术，就是剪的时间比玩的时间多。对，可能是摔的那个力道平均的方式不对。我也觉得哎，好像摔下去它就是斜的了，它真的要熟练哈，要好久。老师，你没讲说如此不可教也。还好啦，好。哇塞，光是这个就已经很不妙可是大家至少会转呐，对，至少会转。会上来拿不住。不要犹豫，下去之后呢，捏住，然后这只手就要马上拉起来了。其实溜球蛮需要手眼协调的，真的。速度提速的时候快一点。对，不要去享受这一切。你刚刚很享受这一切，可是它要很快的上来。就是它一那个的话，就因为这样子变犹豫以后就变减速了。对。一定要成功才可以回家。其实没接触过的东西哈，每一招都很新奇感呐。我有收回2次哦，我心里也想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嘛，只是要时间练习嘛。看起来很容易，丢出去的时候有没有？它会回弹，真的，因为它绳子很那个什么的软的嘛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它。你这样随时准备要抓，准备接的，准备要抓溜溜球，随时准备抓。好。哎呀，会抖没有关系，还会转就好了。哎，其实还不错，抽出来的还不错，但是因为你的右手会跟左手会歪掉，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去确定溜球起来的角度在哪里。对，所以你左手右手在同一条线。哎呀，一开始都歪了，没有关系，赶快救回来。还不错，对，还有一点模样了，蛮好的。哦，这个空转很有力哦。这个是太用力了，因为它转速太快了，速度会回来的很快，你会抓不住。哎呀。没有关系，有镜头在拍都会比较紧张一点点。对，好，刚刚就是溜溜球的基本动作，然后基本功，回去一定要练习。接下来有3个招式要教大家。
接下来有3个招式要就是教大家。第一个招式比较特别，它是绕脖子，什么？然后绕脚，真的上线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假的？假的啦，假的啦，吓死人！直接就送我医院这样。应该自己打晕吧？你只要给我时间，那应该没困难啊。就这样绕过去，然后头这样一转而已，这样一绕，一往这边一丢，它会转过来，头一低，它就从这过去了。吓死人了！好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难啦。对，好，首先第一个招式叫做时钟摇摆，时钟摇摆。第二个招式蚂蚁上树。再来第3个招式东京铁塔。哦，铁塔。你们对哪个招式比较有信心？都没有信心。都没有信心，那就绕脖子跟绕脚啊。1个礼拜以后就有信心。我们可以把溜球先放下来，先放下，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。刚刚在做就是回收的时候，我们是1只手指头嘛，那现在我们是5只手指头，对，5只手指头放绳子中间，对，前面来放绳子中间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右手一样往下拉，一下往下对折，然后用下面这只手的食指跟拇指抓住线，对，稍微离溜球大概是10到15公分的位置会是最好的。接下来2只手上下交换，让溜溜球在三角形中间摆荡，对，下面要撑开，变三角形，然后你再依着原来的方向把它放开，就不会打结了。这样子，原来的像这样。对，时钟摇摆。这样子。哦，这样。完整的动作就是空转，然后做时钟摇摆，然后放开，再收回来，这是最完整的动作，就是结合刚刚大家所学的。再另外一招蚂蚁上树。好，刚刚我们是前面，那蚂蚁上树是后面。好，左手比1，左手比1，右手比1，然后放到绳子的后面，中间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接下来上面这只手往后面对折，靠近溜溜球。然后虽然你看起来是溜溜球往上走，但其实事实上是用下面这只手往下拉，下面这只手往下拉。但是你要看着溜溜球，这样大家观众就会相信你这个球是自己爬上去的。爬上去的。对，完整动作是这样子：丢球，后面让它靠着，好，然后左手右手跟溜球要同一直线，这样溜球就不会歪掉。然后右手往下拉，然后看着溜溜球，有一点样子的收回来。然后它英文其实叫做电梯啦，所以它就是有点像电梯原理，这边往下，那边就会往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第3个动作喽。第3个动作是比较难的，刚刚这些都是初级的招式，那东京铁塔是中级的招式，它的步骤很复杂，有点像翻花绳。哇，这个要教。不是，你把它分解动作。对，分解动作。好，一样左手比5，这样子。就刚刚是这样子做时钟摇摆嘛，那现在我们是这样子。绑绳子这只手的拇指把下面的线挑起来，接下来左手就是曾大哥的右手，我们朝自己转1圈，对，转1圈，接下来这只手是空的嘛，对不对？把下面这条线抓出来啊，右手的拇指不要松掉，就变东京铁塔了。抓出来哦。对，直接抓出来，其他线放掉。哦，这个可以放啊。然后它线的那个线是摆在小拇指呢，还是大拇指？我们会混了以后有没有？你手是要翻转，怎么翻转？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。这样子。我看到徐大哥已经出现了蜘蛛网了。这边勾起来，对，勾起来，这边转一圈，对，然后抓住线，对，这边要放掉，还是对，放掉，就是抓出来，食指跟中指朝内，然后拇指朝外，拉出来，用食指跟中指夹住这条线，拇指出去，对，有了。其实它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如何把东京铁塔摆到对的位置。对啊，其实徐大哥已经对了，有了，对，有了。
这样对，勾出来之后呢，右手往上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左手往下，然后中指跟食指往内，啊，拇指往外，有点就是一个要比一个我很帅，我很帅。俺们也好睇好嘅啊，因為喺今日最難嘅一個動作到東京鐵塔啊，因為太複雜嘅，對於初學者來講啊，蠻複雜的。故所更加欣賞睇個別教學。係，你看嗰難嘅俺哋學嘅嗰叫呢，一對學啊，切架就睇想辦法嗬，可能是俺哋有錯冇，嗰種有哦，唔過粗粗嘅。俺哋更加很睇燈欣賞，俺白水米这样子是过来，对，哎呀，可以。其实我会用食指跟中指夹住这边的线。你想要做 model？ 嘿，做 model 真有兴趣。哎呦，啊，这个有一周，迫不及待。爱人哪本看哦，哎呦，很珍贵。开始世界，开始世界出2种，哇，出2种。哎，不香蕉，跳上真影像哈。哦，演到这哦。种在每个百货公司跟台风全部摆，就刚都摆在看。中国时报。 Oh my god！ 67年呢，还一岁。哎呀，岁数讲出来的。一种差不多5万。 70年前有5万，起火呢。你半年的薪水。哇，刚刚做 model 很好穿哦。嘿，凤飞飞当然请他做 model， 凤飞飞拍1部那个片子100万，这个要拍3、4天呢，才5万块。说难嘛哈，看起来真的很难，但事实上的话哈，你稍微认真体会去做的时候，有没有，并不会说非常难的。动作上就是说手和眼睛的协调，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去赶快把它拿捏好了才有办法。一定要有信心的，没有信心不行。第2招蚂蚁上树，丢球，左手比1，放到绳子的后面中间的地方，失败。往后搭上手，再右手的拇指把线往后勾，再左手这有点像哦。我认为我基本动作好的时候，其他的很简单。我那天真的是没有心在看，我脚很痛。老师就说夜日店啊，他可以当小老师啦，因为他做的成功的次数最多嘛。喂，夜日店。 练到好啊，冇嘛个顺利哦。嘿样啊，曹不易，手机放着，我做本看我样办有嘛个问题哦。你看啦，看得到冇？树啊放去啦，变个用这个最爱用的呢啦。你看那蚂蚁上树啊，你看像那蚂蚁上树哦，来啊，上去。 你看那东京铁塔，叫我转来，叫我去，要对面拿转来，跌下来就冇轻顺哦。我现在比较差的就是，东京铁塔，因为这个转来转去，我还转不出来。我真的，现在搞的都系好多样版型的。对呀。 我100分有60分啊，有60分，有60分，有去变人嘛。看你看，哎呀，哦，75分，差点，放开。咦，英语哎，不是，哎呦，你看看，100，100分了。
100分。是啊，100分咯，幾多分？放來。冇加個道理咯，冇撈開喎。哎呀，你扣是不？泰哥，老師你好，远远就看到你们很认真在切磋哦。哦，上了年紀，感覺壓力很大。哎呦，中醫有認真練嘛？有認真練。我初步印象有哦。你初步這樣練的到？前一模。前一用腳通的道理就還冇道理。好，回去練的感覺怎麼樣？哎，你看我有貼 OK 繃呢。哇，我覺得這樣子一直甩很痛呢。你們有嗎？我們的皮比較軟，所以冇安啲事情哦。啊，練的怎麼樣？有點心得的啦。好，對，都這樣的，一顆酸。哇，哦，全部都做得好，全部做得。老師，你有沒有很驚訝？我很驚訝啦。很棒哎，很棒，很棒哎。對，通常老師教得好。哦，沒有啦，是你們真的有練習。對。哎，個做總該把本身上看那道理，看天白不成功嘛。1、2、3。成功！哦，乾杯，乾杯，乾杯！然後還有這個。在正式上課前，先生先展現了5A 嘅實力，俾大家欣賞。不過先生已喺8歲就開始學，在忙練了20多年，那位有世界冠軍嘅實力。一到泰國個為80歲嘅那位開始，也樹立愛出業態嘅安用嚟製作，樸素又按複雜，有樣係巨大嘅挑戰啦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簡單說就是有一些動作可以用身體移動的方式去延長招式的時間。哦。對，然後慢慢來。對。按照我們學會這個來參加這個音樂。對，老師會編一個我們的版本。嗯，好。一開始我想要3位大哥先幫我站在中間。對。好，3位大哥在中間。好，那主持人我想要最後再亮相。好。對，你先到旁邊。對，先到旁邊。然後幫我三角形，然後背對着背，先右手舉起來畫出去。對，從下面往上這樣，哎，小虎隊啊，那種概念，對不對？對，右手從下往上畫起來，由下往上畫起來，舉左手，往外站一步，面對面，面對面，對，好，再拿溜球那隻手，圓心在這裡，順時鐘走，這樣子，對，看着彼此，順時鐘轉，對，轉的時候你再進來，然後我們音樂走一次到這裡，右手舉起來。放下，左手舉起來，放下，向前一步，向後轉，右手舉起來，拿右手舉起來，順時鐘方向走。好，再多走一點，多走一點，走到你們原本的位置，走到你們原本的位置。OK， 可以起來了啊！好，然後散開，哎，很棒，對，哎，然後你們可以中間給他掌聲。好，啊，看樣子不見得每次大家都會成功。然後接下來是3位大哥的 solo 的時間，我們有教鐘擺，然後螞蟻上樹跟東京鐵塔。對，可以一個人挑一個動作。螞蟻上樹。哦，這那個是螞蟻上樹。螞蟻上樹，那我就做鐘擺嘛。鐘擺。他說他鐵塔。其他人就往後站，對，大家後退。我們後退。我們在後退。那如果你的球是 OK 的，你就看着曾大哥做。那如果你的球不 OK，就趁現在趕快把它順好。對，趁現在把它順好。那剩下有餘力的人就可以給曾大哥一個掌聲哦，不管。對。鐘擺，哎，收回來。差一點。其實可以給自己設計一個亮相動作。對，就是最後成功的話。
哦，东京铁塔。今年係第二擺批頓音樂來做看啊，眼呢就大家都打回原形的感覺。哦，我感覺可能大家就有18斤重嘅，雖然係冇觀眾看哦，係，故說好多演練啊、變本線上看啊，大家都易做的。不過都睇排練的時間，我感覺還會練，我們離可以表演，感覺還有起床嘅氣力。跟着音乐下去搭的时候还可以，不会感觉说很陌生。有时候人会怕音乐，我们不会了，觉得还好。就是说现在还搭不上音乐的那种节奏感还没有很好，因为我们要注意溜溜球，要注意音乐，就会感觉说还是有一段距离，这个都要时间来练习。泰国人练多耐耶，要他练多耐，从头没哈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1點鐘就會表演的哦。啊，要加得多，心情用呢？哦，應該冇問題啦。哎呦，我超緊張的，是很怕他們會忘記或者是失誤。但是其實我們在前一天彩排的時候，連續3次都是零失誤的。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嘿，好，好，其實從他們第一次丟溜球，然後溜球要歪掉，然後到最後一刻，他們是可以把溜球完整的收起來。其實這個過程可能對觀眾來說，可能就是一個收回來的動作而已。可是對我來說，其實他們經歷了3個多禮拜的練習，才有辦法做到這麼精準的一個動作。對吧？我們是桃園三結義，加油一致的話。哎，謝謝大家。非常緊張，就是說怕一個這有一點失誤的情形發生。老實話講啦，唔是接受嘅東西哈，一下嘅表演哈，心底邊就有壓力啦。我不會緊張的，我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得最好，就像我畫畫一樣。東京鐵塔，好了，後來然後轉1、2、3、4。我女兒早上有播完啊，然後那是我表哥啊。我住這邊嘛，我看到我聽說有表演，我就來看。夜日店的老婆，他是很支持我，因為他有看我在練習。他說：“你看練習，你不要到時候的話有沒有？沒有失誤了，不好看。”每天早上起來就在練習哦，晚上睡覺也在練習。大家有上課嗎？哦，好，我們馬上為大家帶來法式溜溜球嘅表演。老公加油！老公加油！右手放下，左手放下，向前一步，向後轉，右手走。嗨，嗨，嘿，嘿。蚂蚁上树。
来，第二招那个钟摆。第三个东京铁塔。好 ，OK 哈。蝴蝶结。OK。然后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OK。我们是桃园三结义，再加一朵花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经理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安度好好弄一点，不要让大家淋雨，俺们都底波一好吗？哦，到里面，谢谢大家。东北啊，哦，懂过。东京啊，连做梦都东京铁塔。东京铁塔。哦，这像铁塔一样收起来。很强哦，听我都毕业嘛。我看我同學80歲還按摩耶。我觉得已经那个成功已经不是最后的呈现到底好不好看，而是那个过程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里面。有这个定的目标定下去以后，有没有？你一定可以达到100%没有的话，最起码80%、90%你可以达到这样子。桃园三结义成功，虽然是耄耋之年，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接受挑战。希望以後有乜嘅去挑戰呢？哈，就來請我也得，我因為俺有錢嗬。你真緊學嘅時間當低，弄冇按難。古說我自家有睇學嘅時間，我講做得到，個個人能做得到，更加嘅情形。真件愛非常認真，其實我有學到，我感覺就係療養天天，阿姨呢又按到些嘢，嗰當然我想講，我攞來教咩？如果伊能懂認真看待一件事情，我說我會懂感通，把用同學 B 發射溜溜球，成功！